无等，你可治罪。无等治罪，我不应该动完心，叫娘娘恕罪。好，来人啊，将伊拍入东鲁山，静候处罚。谢娘娘。青青，你可治罪？青青治罪，也不过青青说好娘娘遐尼济年，大胆，拍入东鲁山！主公，我岛地洞边剑法已经进步真济，老夫会放心了。哈哈哈！尚师傅，东鲁山的轮回门有天、地、玄、黄四门。天门是飞禽门，地门是走兽门，天门是鱼塘门，黄门是人门。无但因为伫个凡间为着要帮助甲报答着洞宾，所以讲伊动了凡心，伊贪恋着情欲，甲吴青青呢发生着纠纷。王母娘娘知影牡丹伫个凡间无专心来修道，非常的生气。伊甲牡丹呢囚禁在洞鲁山的冰火之路，来受到千年冰寒之冻苦，以及着光烈的太阳神火的烤熬。牡丹伫个洞鲁山受到冰火之苦了后，王母娘娘发觉到牡丹伊的内心对洞宾也是情欲平生，所以甲牡丹拍入到凡间来投胎转世为人，再受到人生的四大疾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较用力者，较用力者。哎呦，夫人啊，恭喜你咧！你生一个白白幼幼的古锥查囡仔呢！哦，恭喜恭喜，夫人足恭喜你的呢！多谢你。吴青青因为伊心怀仇甲恨，互王母娘娘才拍入着洞鲁山，囚禁伫个洞鲁山的千岛传心之路内面，然后才甲伊拍入着凡间投胎转世，想袂到因为日月之差。
李老兵，交予你代讲故事，多谢亲您帮助。免客气。真正投胎为啥？地受天象影响，转世妖孽。你该有想，速速下山，找个机会，甲点化。是。害了，惨了！叔啊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害咯？什么代志惨咯？青青下湾受着我变化，已经变成妖孽。可再讲，恁东华师兄记忆初心，恐惊不是伊的对手。恁两个赶紧下凡相助。是，慢些，为丹罗内面落去。叔啊，这丹罗，这么小，你要甲我炼丹了？甘讲你无想要救恁师兄心？有啊。对啊。那不赶紧落去。这，免搁打遐，紧来。是。大大摇船，竟然加在这个所在作怪，也唔禁束手就绑。上天有好心之地，我让你撒娇，撒娇了后，你就莫怪我性格无情。撒娇已过。性格出手，父母朋友。我不要紧。虽然你成功初成，暂别提讲，就是我先老师，我袂用退出，我来退出，都对不起回龙精灵，还我性格。好家长，差点就无命。我想嘛是。我李同兵一心敬道，枉亏了之人传我性格，想不到初出下山就失败。我还有啥物面子，通我去江东父老的？水啊，性命乃是兵家常事，你想遐尔就要创啥物啦？对，我想嘛是。我个人心怀私心，妖蛇危害世人事大。水啊，这件代志哦，非同小可，咱来好好研究一下。是啊，师傅讲哦，歹道代志哦，爱慢慢来做才会用的。点活动，师傅伊老大人伫道里功课安好。师傅哦，师傅会食会困，你免替烦恼。对，还可有哦，大大，也下当只乌白毛啊！恭迎师傅，你拢起来。东华，为师要甲你恭喜啊！师傅，地主无灵，头一摆下山除了就失败，交在师傅面讲活动相救，才保全性命。师傅这声恭喜，实在是让地主感觉万分的见笑。孙啊，你也免感觉见笑啦，你会记这摆哦，是阮两个哦，在相助就好啦。我想嘛是，即马转来天庭哦，爱对阮较好的哦。剑同何同？恁两个乌白讲啥物哈？是，不敢。啥物不敢？师傅啊，这本就是啊。恁唔搁讲。东华，你敢知人生无常？地主知影，你艺成下山，假使若是一战成功，你以后要安怎做呢？并无师傅，假使地主会当一战成功，这拢是师傅丰富保佑，也有鬼龙精灵传我性格，甲千户剑法所做。地主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，为民除害。
你敢知人生无常？地主知影。你艺成下山，假使若是一箭成功，你以后要安怎做呢？并无师傅，假使地主会当一箭成功，这拢是师傅丰富保佑，也有火龙真人传我信仰，甲千武剑法所做。地主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，为民除害。敢会遐尼简单是？师傅，地主未明白师傅的意思，请师傅明示。妖食天地之怪物，阴阳之杂气，互你看得出伊是妖怪，是小妖；互你看袂出伊是妖怪，伊的外表是正人君子，无的确伊是大妖啊。佮再讲大妖小妖，实在难得分明，你知影？师傅所教，地主谨记在心。剑同学同，知。我讲的你听有无？师傅啊，我明白。亲像这啊，这是小妖啊。啥物啊？我是小妖，我是小妖。师傅啊，外表哦，敢若正人君子的，哎，毋是大妖。剑学堂，唔通黑白讲。东华，剑同学同无黑白讲，伊讲的真有道理。你爱记一个，拄则你记得为师规日就拜，你敢唔惊我是妖怪化身呢？所以这就是你这摆下山失败的原因。你这摆失败，就是要你知影人上有人，仙上有仙，妖中有妖，你爱继续修炼。地主遵命。东华，你剑互我。是。飞龙真人送你圣剑，圣剑是远古神剑，也毋过真久已经无出售啊，伊会杀气全消，所以为你才会消散。师傅，啊，这要安怎？师兄，这个代志真简单啦，地抬挂就好啊。抬什么？太妖怪啊！唉，剑同学同，恁如果讲唔对呀，恁爱知影呢？仙家之所以为仙家，就是上体天心，下爱万物。妖怪也是在万物之中，缘唔通抬，尽量唔通抬。何况咱是因为着持剑。师傅啊，那你变啊？尧帝宫的蟠桃园千年蟠桃，吸收了日月精英。假使若是会当用千年的蟠桃来持剑，圣剑就会当恢复功力啊！哈，那你简单啦。哪有遐尼简单？因为蟠桃园的千年蟠桃已经变成淘汰子。唉，真是难呀难！想会到新鲜拄着人情也难。老夫要来去了。上师傅，上师傅。斗太子是正派仙家，要咱会用伊来持剑的。师兄，啊，不然咱袂使哦，凊彩掠一个人来持剑的。对，我想嘛是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啦？天机不可劳下。昨昏较得道，今日有天机，加神秘。世间人拢是安尼啦，咧臭屁。是啊。好啊，剑学堂，莫阁加讲，咱今日去休，明仔载也要去大剑妖爪。嗨啦，我知影孙爷天机哦。什么天气？紧讲啊！剑老，我甲你讲，明仔载孙爷大战妖爪，伫你紧急的关头的时阵，伊用家己的身躯来持剑，逼最后一口气，以剑对妖。安尼要安怎？妖爪也死，水也死，要安怎啦？所以咱来较紧来提太子。紧来，小等，有公主伫咧，你免让太子去持剑。我是嘛是，啊，毋过咱来等哦，玉皇子出去时，佮入来去找太子，好无？啊，你有够讲呢？有公主时时刻刻都袂离开太子，那呢，咱要等到一当时的。啊，娶某就遐艰苦，后摆我唔敢娶。无安尼啦，我来讲，咱用调过23节，你变做青青，
大王门煮啥去？对，我想也是。水啊，你看有啥看？佮真像哦。我想嘛是。较优秀的，迄哪粗鲁，亲像到你迄哪粗鲁哟。是。较紧。小等，相公，外口有人来，我采看觅。牛仔，有人伫遮游山玩水，经过这个洞口，你出去哦，唔通吓惊人哦。我知啦，我本来无采看觅，我要睇下风信。好啦。哈？是你？你无死？叶公主，我不但无死，而且佫更加厉害。你是想要安怎？叫陶太子出来，叫伊出来领死。唔免，咱两个的冤仇对天顶结来甲凡间，若是要解决，咱两个了断就用的。好，你免咧暗看陶太子，叫伊出来，我要互你人死做伙。咱点要讲大声话？你若好打，就跟我来山顶一决生死。好，我心软，跟我来。查某才是真好客，我小可动一脑筋就会使。牛仔，侯兄，有何贵事？国事不定三宝殿。侯兄请说，只要我陶太子做得到的所在，我一定会做。代志是安尼，火龙精神传卢洞宾圣剑下山毒药，不过圣剑已经真久毋捌出售，杀气全无，威力全消，所以即马爱有人试剑。侯兄，你的意思是爱我试剑？陶太子真是聪明人，妖蛇危害人间，百姓受苦愈来愈深。南是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，我也无需要来救伊。这陶太子，假使你若无愿意，也不要紧，安尼我就过死。侯兄，等下，并毋是陶太子无关，只是玉公主对我真情意。这件代志本来就是袂当勉强。侯兄，请你先转去，等我甲玉公主相识了后，我会去完成这件任务。那呢，陶太子是我一拜。侯兄，请去。我本是姚地中千年的传统，会用放回灵田，已经是欧美人的。今仔李洞宾有需要去帮助，为着千千万万百姓，我死哪要紧？只不过，老玉公主一个人做你，高考灵田，一定做悲伤。既然如此，两位情深义重，那呢，我就另外想办法。侯兄，你误会了，这件代志我无反悔，只求侯兄答应我两件代志。你误会了，这件代志我无反悔，只求侯兄答应我两件代志。陶太子，你请讲，我一定做到到。第一，替我好好照顾玉王子；遵命。第二，和我甲玉王子见最后一面。应该，这是应该的。奇怪，这青青是咧变啥鬼？谁人话一脸顶都无看啦？唔对，这一定是调好二三计，我一定要紧转来看看。那呢，咱就准备来去。是。侯兄你好，相公。牛仔，来生再见。
你睇下，我一个人就已经拄起腰抓。孙啊，何总需要做到？麻烦你甲何总登去天庭禀报师傅，都讲李东兵今日要甲这条腰抓同归于尽，以后袂当回天庭。属好师傅，请师傅原谅。哎呀，孙啊，袂使啊，土太子水也就来啊啦。你讲啥物？何东已经甲土太子见面啦，土太子答应要来一心试剑嘛。啥物人叫恁去啊？无人叫阮去啊。既然无人叫恁去，恁为什么会当安尼做呢？孙啊，阮是为你好的啊。恁两人分明是要叫我做一个不仁不义的人。谁啊？陈太祖来了！太祖。周太祖，周太祖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相公，董兵，杨主，你听我解释。免解释啊多，今日我一定要爱你赔业，快走！啊，何总，杨主，你听我讲。唔免讲，我今日对天就转，一定要替李董兵替土太子报仇。杨主，对了，较要紧。等下阮孙仔大腰蛇抬死了后，我敢向你解释。你讲啊各位亲爱观众朋友，感谢各位的来陪鼓励甲支持。千年蟠桃化身的土太子，为着要帮助董斌的圣剑恢复功力，为民除妖，来杀死着因为日月时差所变成的妖蛇吴青青，不惜以身试剑，专门收集7情6欲的药王子，连众仙都头疼。伊看到土太子的死，以为是被董斌来害死。药王子的内心当然是非常的怨愤。药王子对董斌会采取什么方式来报复？药王子受到刺激，伊对凡间又会引起着什么风波呢？无单投胎转世为人，伊是转世伫什么人的厝内？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款？转为妖蛇的吴青青，是毋是会被董斌的圣剑来杀死？假使若是是，那呢吴青青会变成什么款呢？敬请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精彩好戏《吕洞宾》。